在台湾土地上，有一群投入农业的青年朋友们，为台湾农业默默努力着。他们不怕辛苦，不怕烈日，正挥洒汗水，怀抱梦想，为这片土地注入一股活水，带来不一样的生机。在台南，公家机关单位会依农友的特性进行辅导推广，发展出有各自特色的农场，将有助于台湾农业的永续发展，并提升下一代投入农业的意愿。玉米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的作物。好，那我们目前是要种季春季的那个玉米。那我现在要做动作呢是这个开沟的动作。好，我们会把玉米种在沟底。好，所以我现在必须先开沟，方便等一下我播种这样子。农田开沟后，阿忠大哥用传统的方式，一步一脚印将玉米种子放进土沟里，再用双脚把土拨下覆盖，接着就静待玉米成长，等待春季来临时的丰收。大概6年前，我本来在科学园区工作，那时候妈妈过世，然后那过世的时候，我们有送妈妈去火葬场嘛，那我们1个小时后要回去捡骨。那我后来看到那一堆白骨，我有很大震撼，就是有吓到，就是说，原来我意识到不管我们是王公贵族或者是平民百姓，其实每一个人的终点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堆白骨。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看过那种东西，所以就是那一幕给我很大的震撼，所以我后来在思考，就是说，我可以做什么事情，然后可以帮助别人，然后又成就自己，所以那时候就是妈妈过世嘛，然后也刚好给我一个契机，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我是先去农改场上课，就是台南农业改良场上课，然后就是他有教我们一些种植的技巧，然后就我们回来自己的田区试种，然后发现也不错，就是至少收入跟贩售我们还可以接受所以那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转职的一个决定。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们是在2016年的特别选4月22号地球日，在脸书上跟亲朋好友通知说我转换跑道了，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然后选购我们的农产品。那其实呢，农委会在100年度呢，就请各试验改良场所来成立这个农民学院的训练中心。那就是呢，由各改良场来去开设相关的从入门班、初阶班、进阶班，一直到高阶班这种系统性的一个农民的培育技术课程。那这个农民学院的课程呢，其实也是可以从农民学院的网站去做一个查询。那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农民在务农之初呢，可以在技术上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跟精进的一个机会。观众朋友啊，有密集恐惧症的请多包涵。大家现在眼睛看到的是被联合国誉为大自然的清道夫，而且对人类未来帮助非常大的明日昆虫黑水虻。任何的鸡猪牛粪便、农畜废弃物、厨余都可以拿给黑水虻幼虫吃。我们将当天中午未吃完的便当拿给黑水虻吃，黑水虻吃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厨余就快被吃光了。以这个食物的转换效率来看，我们10公斤的饲料，它其实只能产出牛肉1公斤，但是你如果是以10公斤的饲料，却可以产出9公斤的这个黑水虻。可是，黑水虻吃的食物
甚至不需要饲料，它只需要我们的那个厨余残渣。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一个昆虫啊，其实它的在转换效率上，还有对我们未来的环境危机还有粮食危机，其实会帮助很大哈。就是说，以农粮组织的建立，未来50年，整个全球人口不断的增加的状态下，因为我们目前全球人口已经达到80亿了，突破80亿了，那每年也都以8000万到9000万的人口一直在持续增加。那这种状况下，其实动物性的蛋白质会越来越缺乏不够。那这种昆虫性的这种蛋白质啊，其实未来会是一个解方嘛，因为它同时把我们的这个农业废弃物，还有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一些生殖废弃物可以做有效的转换，所以联合国把它推荐为我们未来的这个明日昆虫，其实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哈。所以我们农场也是在推动这个循环农业，就是低碳排、零废弃，凡是出于大自然的都可以再回归大自然里面去，好，就是尘归尘，土归土。好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昆虫呢，其实我们是非常推荐，然后我们农场也在大力饲养啊。那同时我们也有推广，有兴趣的家庭，还有可以接受的家庭，一起来养黑水虻。那我现在接下来要拿一些虫去给鸡吃哈，我这边示范一下。另外啊，像这个黑水虻吃完后的这个残屑啊，还有它的这个盲粪啊，它其实是非常高肥分的这个养分哦。那所以我们也把这种肥分啊，就是去种植我们的农作物。那我们种植的成效其实非常好哦，那个蔬菜啊都长得又大又肥，所以它其实可以说是非常棒的一种昆虫哦，就是又把那个我们不要的废弃物转成有效的废弃物，然后又帮助了我们这样子，嘿，哦，所以它这个盲粪呢，我们最后又把它回归到这个农场里面去。鸡是英国的萨克斯鸡，它那个品种不一样，那个是那个日本的那个神鸡，日本红土鸡，就是看它很可爱，就是它们一样会下降。会啊。我们农会啊，在推广食农教育这一块啊，其实已经推动了大概近10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农会在辅导农友，就是从农产品的生产加工，然后友善环境、有机环境的推广，然后友善的生产啊，及就是动物福利、剩食厨余啊，还有就是饮食环境与农业的结合这一方面啊，其实一直都很努力。那在于食农教育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农会目前有辅导大概近21户，大概35公顷左右的有机农户。以我们农场为例，就是说，像我们那个玉米采收啊，我们玉米采收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好的玉米跟不好的玉米，那好的玉米我们就贩售给客人嘛，那不好的玉米我们就把它削一削，变成玉米粒给鸡吃，或者是整只就丢给鸡鹅、鸭吃都没关系，这样一方面没有浪费掉，这样就完成了循环再生循环。那我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呢，其实也是在做低碳排，因为我如果不是让它回归到大地里面去再生给这些鸡鸭鹅吃，我就是丢到焚化炉去用
用那个瓦斯那个燃油去把它焚烧掉嘛，那这就很可惜啊，因为它是可被分解的这个生质物品啊，你丢去焚化炉烧那个，就是增加更多的碳排啊，那其实我觉得会蛮可惜的，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些循环农业把它做到很极致啊，就是好的我们就卖给客人，那不好的我们就是回归到农场去，让它充分利用，然后鸡吃了，它又产出鸡肉跟鸡蛋给我们，这样其实一举两得啊。好。我们农场有养这个鸡鸭鹅啊，那主要是循环农业用。我们会把农场的这个格外品，就是给鸡吃，好的产品我们卖给客人，但是这个 NG 品被虫咬的，我们就给鸡鸭鹅吃。农场这边，我们这个稻杆我们是刻意放的，因为它可以增加那个土壤中的有机质啊。你可以发现这里不太会臭，因为我们有刻意养那个益生菌，让它去分解这些牲畜的大便，所以不太会臭。OK， 好，我们进来。他们那边有那个宫廷鸡，也有这个来自英国的萨克苏鸡，然后非常的漂亮。那我们现在进来看。我现在给你们看的这个是农场的这个被虫咬或被鸟吃的这个格外品啊，就是这种玉米我们没办法卖给客人所以我们就是给等一下就丢给这个鹅吃，他们那个非常的这个开心，这个是太小的或是像这个鸟吃掉的，我们没办法卖，就给这个鹅吃。它这个我们虽然不能吃，对不对？但是你看一下，它就把它整个很快的就去吃它，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达成这个循环农业啊，就是把好的东西我们卖给客人，但是这些格外品啊、NG 品啊，我们就是让这些鸡鸭鹅吃，然后鸡鸭他们又回馈给我们那个鸡蛋跟鹅蛋，那像他们因为现在吃饱了那我会把这个刻意撒下来，让他们这个他们等一下都会捡起来吃。这个是我在理货过程当中削掉那个虫咬的部分，像这个玉米粒啊，他们等一下都会捡起来吃，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都不浪费，让它再回归大地，就是因为我的理念是，只要是出于大自然的，都可以再回归到大自然去，只要不是那个塑胶制品啊，像这些叶子啊，可能在这边1个月、2个月后，它就腐烂掉，然后回归到大地去了。我们就是这样在做这个循环农业，跟这个低碳排、零废弃的这个循环农场。像这个，他们待会就会来把它吃掉了。其实我们吃的食物，它其实源头就是一个农产品，所以其实食农教育很简单来讲，我们从字面上，食农教育它本身就是饮食跟农业之间的一个跨域的一个结合。那其实我们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林如平教授，他也提出“食为先，农为本”这6个字。也就是说呢，我们其实一般民众，他在认识农业之前呢，他其实是从饮食开始的。我们食农教育推动的6大目标之一呢，就是要地产地消、永续农业，还有支持认同我们的在地农业。所以希望能够透过我们食物里程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让我们能够了解说，我们要缩短农食之间的一个运销的一个里程，然后来减少
碳足迹，减少碳排放，那可以减缓我们的气候变迁。所以呢，其实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15里程的一个概念，那希望能够教导消费者呢，其实能够支持在地的一个农产，支持我们的一个在地食材。我们其实很想做，就是最后我们想要实现联合国的那个永续发展目标啊，SDGs 第12条，它就是它的内容是负责任的消费跟生产。那负责任的消费，对我们农场来讲，就是在推动这个低碳排、零废弃的循环农场，还有推广食农教育。那这边低碳排、零废弃是农场的部分嘛？那负责任的消费的部分是客人那边。那客人的话，我们是希望跟他分享我们怎么做的。那客人如果他愿意有感动的话，他愿意他回去家里，他也愿意做的话，他也可以有一个动力一起来做。那我们今年2023年，我们今年是希望推动一个那个绿色饮食生活圈的一个推广计划。让玉米就是接近成熟了，8分熟、9分熟才采然后就是会先检查一下看，就是有没有成熟，然后再采下来。那我们全程不用农药啊，所以你可以发现现在有一只虫在这边跑来跑去，好，就是那个非常的生动写实就是对。那它这种虫啊，它喜欢吃那个玉米尖端的这边因为它通常都是由它的妈妈下蛋，然后那它沿着这个玉米须跑进去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很大比例这个顶端的部分会消掉就同时也给鸡吃，然后不浪费这样子这个好的东西我们再卖给客人，不好的我们就留给鸡吃这样子这里有一只虫在这边跑，这个基本上已经是8分熟了啦，9分熟了，所以我们就会把它采下来了采这个就把它丢掉了这个虫就把它采也很简单，就是握住竹竿，然后往下搬过去就可以了，然后它这种玉米就是有点很接近水果玉米它虽然没有那个白龙王水果玉米那么皮薄，可是它其实非常已经算是那个我试种的品种里面，我试种品种里面算还不错的，因为我们会选择这个品种的原因主要是它这个玉米包叶比较厚，那虫咬比较不下去，所以我们可以无农药栽种那就是说在虫咬的比例跟我们可采收的比例之间取得平衡。那我们目前觉得这种的玉米，这个玉米的品种是我们可以商业化种植的。这个我可以生吃给你们看，就是还蛮好吃的，有烤的声音，还非常好吃。要全程无农药栽种。这边看到的是一个那个2度 C 的这个空拍的这个字体那我们大概每年的10月会举办这个秋收稻穗庆丰年的活动。那其中除了让体验的朋友亲手去割稻以外，然后还有做稻草人的这个创意活动。那最后我们会排成一个2度 C 的形状。那2度 C 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环境意涵其实我们是想要跟大朋友小朋友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环境遇到很大的挑战因为全球的暖化，温度持续的在上升。那科学家预测如果温度增加到2度 C 以上它其实会有一个不可逆的环境大灾难会发生那就是这个2度 C 我们就是透过这样跟我们的朋友分享，就是说环境灾难的危机。
嘿，那这个是我们每年10月这边会举办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这个环境关怀的这个食农体验活动。看着阿忠大哥的太太燕蓉专心准备着教材，并运用自己所学知识，将食材原料画成心智图，让大朋友小朋友动脑延伸思考，彼此互动，让每个人都收获满满，而且有吃又有得拿。趁这个时候，就是把它画成心智图，然后也带大家认识一下一次那洛神花呢？好，等一下小朋友注意听哦。好，我会示范做，然后呢，因为那个今天有准备这个点心，那我讲一遍呢。等一下小朋友呢上来呢，可以把这张心智图也介绍一次呢。那我就送你点心。阿忠他的创意比较多，对他的想法比较多。然后我是当然我们会一起讨论。那我是擅长把它变成流程或者是教案，对。然后所以像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说要解决销售问题，然后所以就开放采收体验，然后很简单，他们就采一采，然后教他们怎么煮，然后就带回去。那其实后来会慢慢做，像有室内的啊，或者是有DIY，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每次办之后，然后就会有客户啊，或者是有幼儿园团体，他们提出，你们有没有可以吃饭，或者是采完之后可不可以做点东西？然后我们就在想说，那刚开始只是借社区的活动中心啊，就采完然后去活动中心，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场域，对。然后后来才想说，是不是也常常就是会遇到天候问题，下雨，或常常跟人家借场地，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食农创新基地，对，才慢慢都就是越来越健全。这时候当季当令的话，就是那个碰柑柑嘛，然后柑嘛柳丁，然后萝卜，然后草莓，接下来也要那个采收了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大自然其实是有它的节气的有它的节气。所以我的意思是指，在适时适地适种以外，其实消费者端就是吃当季，然后吃在地，然后当季的作物，这样其实是对我们的身体是最健康的，然后也对环境最健康。好，所以我们等一下第2阶段的腌制萝卜，就是要传达这样的精神，就是吃当季当令，还有就是产地到餐桌零距离。请来帮忙浇水。开始这样浇，对啊，用到那边去。你要把萝卜打开，这么容易。我们一开始其实也不晓得什么是食农教育，就是6年多前，其实我们那时候单纯是东西卖不出去了，卖不完了，然后灵机一动，就是何不叫人家来采收看看？没想到大家反应很好，那时候才陆续有做这样的动作。那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应该是叫做采果乐啊，采果乐。然后我们后来是有去上课进修，然后有这个师大林如平教授有跟我们分享这个食农教育的那个3面6项的这个内涵，所以我们才陆续原来食农教育可以做这么广啊，我们才就是陆续的在我们农场里面设计一些趣味体验，然后有得吃有得玩又有得拿，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把我们在种植上有趣的事情、好玩的事情，或是很特别的事情，跟客人分享。我们其实希望借由农夫老师的引入学校，也是希望能够让小朋友他可以从农夫老师的身上看到我们农夫他的一个价值，那也认同我们农夫在做的一个事情，甚至呢也可以进而去珍惜食物。那我们会希望说，农夫老师他在透过教学成为农夫老师的过程中，他也可以提升自我的一个认同感，那也会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份的认同。对，那
不会让小朋友觉得说，一般他们以前错的观念就是觉得，农夫就是比较不爱读书的小孩，未来才去当农夫啊，然后农夫可能就是都会脏脏的很辛苦在太阳底下晒。那我们希望借由农夫老师入校，能够提升农民的一个价值。在食农教育的专业人士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目前的话，我们农会有推出已经有培训出2个食农教育室。那在青农和产销班农友的部分的话，我们都会有让他们去参加就是食农教育的训练课程。教育体系的部分的话，我们农会在各个学校其实都有设置4件会的作业组的部分。那像西市国小啊、永康国小啊，然后南大附中啊，然后还有南工，其实都有我们的4件会作业组。我的好朋友，他是谁？他是阿忠叔叔。哦，我要去找我的朋友是阿忠叔叔，他是种玉米的高手。他请他呢把这些玉米的种子啊，全部种下去啊。说，阿忠叔叔，阿忠 ，hello， 好久不见啊！这一袋玉米种子啊，我知道你是种玉米的高手，对不对？这一袋种子，麻烦你把它种下去啊。然后呢，他说，阿忠就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啊，包在我身上啊。因为我从小在都市长大，所以老师这次为我们规划的食农教育，让我可以亲手从翻土、浇水、除草、施肥，照顾玉米长大。也让我学会了更多有关农作物的知识，体会到当农夫的辛苦。现在分得出来是玉米苗跟草吗？分得出来吗？分不出来的举手。不敢承认，等一下就答错了。你如果不会区分的话，问一下老师或同学。就是我原本在大寮的外公就有种田，然后我就有采玉米的经验。但是到学校呢，就有参加这个食农教育的课程，然后呢，就学会了如何浇水、施肥，然后就这样把玉米就是种到长大。然后呢，吃玉米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因为玉米呢非常的甜。我的外公他在乡下有种玉米，然后，我也可以在那个学校学到种玉米的经验，然后这样回乡下的时候就可以帮助外公负责浇水、施肥，还有摘玉米，然后还可以利用外公不要的玉米叶做成玉米花，这个在学校也有学到。预备，开始。哇，好棒！给自己拍拍手好不好？